欢迎各位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警讯。在台湾，每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有高血压。但更让人担心的是，这些患者里面有40%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生病了。每一年，台湾有超过3万个中风案例，而这些案例都跟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。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你的血管就像是台北到桃园的高速公路，只要路上稍微塞车，只要压力稍微增加，只要某个路段出现一点点裂痕，整条高速公路的运作就可能在瞬间崩溃。你的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在把这支影片关掉，你很可能会错过6种食物的真相。这6种食物正在悄悄地让你的血压每天增加10到20毫米汞柱，而你却完全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吃它们。请别急住关掉影片，先听我把话说完。高血压是一种没有明显症状的疾病，你不会头痛，不会头晕，甚至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。但在你感觉良好的同时，你的血管每天都在受伤，每天都在累积伤害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明白为什么1碗牛肉汤、1包泡面、1杯珍珠奶茶就足以让你的血压突然飙高。接下来，我会用一个真实的台湾患者故事，让你看见高血压的真实威胁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棒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上数字0。现在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，让你真正理解高血压到底有多危险。想象一下国道1号的景象，你的血液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的车辆，而你的血管就是那条高速公路本身。当你吃太咸的时候，就好像突然增加了大量车辆上路，但车道数量却没有增加。当你吃太多油脂的时候，就好像路面上累积了一层又一层的油污，让路面变得湿滑、狭窄，甚至开始出现堵塞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医学事实。根据研究显示，只要你每天多摄取1公克的盐分，你的收缩压就会增加2到3毫米汞柱。如果你持续这样吃1个月，你的中风风险就会增加8%。想想看，只是一点点盐就能带来这么大的影响。那么，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当你吃下过多的钠，也就是盐分的主要成分，钠会把水分吸引到血液里面。血液的总量增加了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变多了，血管壁承受的压力自然就会升高。而当你吃下过多的动物性脂肪，这些脂肪会慢慢的沉积在你的血管壁上。原本光滑有弹性的血管，就像新铺的柏油路，会变得粗糙僵硬，失去原有的弹性。血管失去弹性，就像水管变成钢管，血压当然会飙高。但这里有一个好消息，你的血管是可以恢复的。只要你愿意减少盐分的摄取，限制动物性脂肪的摄入，你的血管就能慢慢恢复弹性。这不是不可能的任务，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。接下来，我要用一个真实的台湾患者故事，让你看见这一切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悄悄发生的。现在，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位患者叫做林伯雄，今年74岁，住在台中。林伯雄退休之后，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到处吃他最喜欢的台湾美食：清炖牛肉汤、卤肉饭、盐酥鸡。这样的生活习惯，他维持了整整30年。每天早上，林伯雄会到市场买菜，然后顺便来1碗热腾腾的清炖牛肉汤。中午回到家，他会煮一大碗香喷喷的卤肉饭配腌菜。到了傍晚或晚上，他又会跟老朋友一起去吃盐酥鸡、炸鸡排，配上一杯冰凉的啤酒。
林伯雄觉得自己吃得很健康，因为他吃的都是台湾人从小吃到大的传统美食。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，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但有一天，林伯雄去医院做定期健康检查，医生帮他量血压，第一次量出来是155/100，医生皱了皱眉头，又量了一次，还是一样的数字。接着医生帮他做了血管检查，发现他的血管壁已经明显增厚，血脂也偏高。医生看住林伯雄，很认真地对他说：“林伯，如果你继续这样吃下去，不用1年时间，你就会面临中风或主动脉狭窄的危险。”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林伯雄听了非常震惊，他完全没想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出了这么大的问题。他困惑地问医生：“可是医生，我只是吃一些台湾人都在吃的东西啊，为什么会这么严重？”医生叹了一口气，用很温和的语气跟他解释：“林伯，你喜欢吃美食这件事情没有错，错的是你不知道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里面含有太多的盐分跟油脂。你的血管每天都在承受这些负担，久而久之当然会出问题。”这个故事不是特例，很多台湾人都跟林伯雄一样，觉得自己吃的是再正常不过的食物，却不知道这些食物正在伤害自己的血管。现在让我用更进阶的比喻，帮助你真正理解血压升高的机制。想象你的血管是一条从新竹到台北的高速公路，而且是在过年连假的时候。当你吃下太多盐分，就好像突然涌入大量车辆上路，车辆变多了，但车道数量没有增加，整条高速公路就开始塞车。这时候每一辆车对路面造成的压力都在增加，这就是盐分造成的血压上升。当你吃下太多油脂，特别是动物性脂肪，就好像路面的柏油开始剥落，路面变得坑坑洞洞，凹凸不平。原本平滑的路面现在变得粗糙，车辆行驶起来更加困难，阻力变大，压力自然就增加了。这就是油脂让血管失去弹性的过程。当你喝下太多含糖饮料，就好像高速公路上突然出现很多载满货物的大卡车，这些大卡车行驶速度很慢，占用了大量空间，让整条路的通行效率大幅下降。糖分会让你的血液变得粘稠，流动变慢，血管承受的压力也就随之增加。这3个因素加在一起，你的血管承受的压力就像是高速公路在尖峰时段遇上大雨，又加上道路施工，压力层层叠加，最终导致血压持续升高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，只要你愿意开始减少盐分的摄取，只需要2个星期，你的血管就会开始慢慢恢复弹性，血管能够更好的扩张和收缩，血压自然就会下降。只要你愿意减少20%的油炸食物，你的血脂就会开始降低，血管壁上的油脂沉积就会减少，血压也会变得更加稳定。我不是要你完全放弃所有美食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学会选择对你的血管更友善的食物。你可以继续享受美食，但你要懂得怎么吃才不会伤害自己的身体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现在让我直接点名2个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健康杀手：盐跟油。第一个杀手盐。台湾人的饮食习惯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喜欢吃重口味。我们喜欢吃卤味、泡菜、咸酥鸡、关东煮。这些食物的共同特点就是盐分含量非常高。你知道吗？台湾人平均每天摄取的钠含量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量的2到3倍。我们从小就习惯了这种浓重的口味，觉得食物一定要够咸、够味才好吃。但我们不知道的是，每多吃一点盐，我们的血管就多承受1分压力。让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。1碗关东煮的汤底，钠含量可以超过1000毫克。
一盘卤味钠含量轻松超过1500毫克，一包泡面连汤喝完，你可能已经摄取了2000毫克以上的钠。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一天的钠摄取量不要超过2000毫克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你只要吃一包泡面就已经超标了。第二个杀手，动物性脂肪。台湾有很多传统美食都含有大量的动物性脂肪，卤肉饭上面那块肥嫩的控肉，火锅里的肥牛片，香喷喷的五花肉，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美味。但这些美味背后隐藏住一个危险，饱和脂肪。饱和脂肪会让你的血管壁变得像钢管一样僵硬，原本柔软有弹性的血管会慢慢失去弹性，变得无法正常扩张和收缩。当血管失去弹性，你的血压就会开始剧烈波动，一下子高，一下子低，非常不稳定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解决方法并不复杂，你不需要一夕之间改变所有的饮食习惯，你只需要慢慢调整，一步一步来。比如说，你可以是至少喝一点卤味的汤，少吃一点腌菜。煮菜的时候可以用清水代替高汤，减少盐的用量。吃肉的时候选择瘦肉部位，像是梅花肉、鸡胸肉，避开五花肉这种脂肪含量高的部位。如果你想吃鱼，可以选择清蒸的方式，配上姜丝和葱，既美味又健康。如果你想吃豆腐，可以选择清蒸豆腐，淋上一点酱油和葱花，简单又健康。记住，改变不需要太剧烈，一点一点慢慢调整，你的身体会感谢你的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6种台湾人每天都在吃，却会让血压悄悄升高的食物。这一类食物包括卤味、腌菜、泡面、汤、咸鱼、腊肉。为什么这些食物会让血压升高？因为那会把水分留在你的血液里面。当血液的总量增加，就像水池里的水变多了，水池的壁承受的压力自然就会增加。让我用一个更具体的比喻，想象你家的浴缸。当你不断往浴缸里加水，水位会越来越高，浴缸承受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。你的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如果你习惯吃卤味，记得少喝一点汤。如果你喜欢吃泡面，试住只用一半的调味包，或者前脆不要喝汤。如果你喜欢吃腌菜，记得适量就好，不要把腌菜当成主菜来吃。这一类食物包括控肉、卤肉饭、牛五花、烧肉。这些食物的问题在于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。饱和脂肪会在你的血管壁上慢慢累积，形成粥状硬化斑块。这些斑块会让血管变窄、变硬，失去弹性。当血管失去弹性，血压自然就会升高。我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吃这些食物，我的建议是每个星期最多吃1到2次就好。而且在吃的时候，尽量选择瘦肉的部分，把看得见的肥肉切掉。比如说吃卤肉饭的时候，可以请老板多给你一点瘦肉，少给一点肥肉。吃牛肉的时候，选择牛腱、牛肩肉这种比较瘦的部位。台湾的油炸食物非常受欢迎，盐酥鸡、炸鸡排、炸甜不辣、杏鲍菇酥，每一样都让人难以抗拒。但油炸食物有2个很大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反式脂肪，很多摊贩为了节省成本，会重复使用同一锅油来炸食物。油在高温下反复加热，会产生反式脂肪和其他有害物质，这些物质会伤害你的血管，让血压升高。第二个问题是热量太高，油炸食物吸附了大量的油脂，热量非常惊人。长期吃油炸食物会导致肥胖，而肥胖本身就是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子。如果你真的很想吃炸物，可以试试看用气炸锅或烤箱来制作。
这样可以大幅减少油脂的使用量，也比较健康。珍珠奶茶、手摇饮料、黑糖波霸鲜奶，这些都是台湾人的最爱。但你知道吗？一杯大杯的全糖珍珠奶茶，含糖量可以高达60公克，相当于15颗方糖。这么多的糖进入你的身体之后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过多的糖分会导致肥胖，而肥胖会引发胰岛素阻抗。当你的身体出现胰岛素阻抗，血糖就会不稳定，血压也会跟着升高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真的想喝手摇饮料，请选择微糖或无糖。如果你觉得无糖太难喝，可以先从半糖开始，慢慢减少糖分的摄取。配料的部分尽量选择热量比较低的，像是爱玉、仙草，少选择珍珠、布丁这种高热量的配料。浓缩咖啡、能量饮料、浓茶，这些都含有大量的咖啡因。咖啡因会刺激你的神经系统，让你的心跳加快，血管收缩，这会导致血压在短时间内快速上升。虽然这种上升通常是暂时的，但如果你本身就有高血压，这种暂时性的血压飙升也可能带来危险。我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喝咖啡，适量的咖啡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我的建议是每天最多喝2杯咖啡就好，而且最好在饭后喝，不要空腹喝。如果你正在感到焦虑或压力很大，那就暂时不要喝含咖啡因的饮料，因为这会让你的血压升得更高。啤酒、米酒、高粱酒，这些都是台湾人在聚餐时常喝的酒类。少量的酒精可能对心血管有一点好处，但过量饮酒就会造成严重的问题。酒精会让你的血管收缩，导致血压上升。而且长期大量饮酒会损伤你的肝脏、心脏，还会增加中风的风险。那到底喝多少才算适量呢？根据医学建议，男性每天最多喝1罐350毫升的啤酒，女性则是减半，也就是半罐啤酒。如果你喝的是烈酒，那就更要注意了，因为烈酒的酒精浓度更高，1小杯就可能超标。如果你本身已经有高血压，我建议你最好完全不要喝酒。如果你真的想喝，也要严格控制量，而且绝对不要每天喝。好，现在你已经知道这6种食物会让血压升高了。但我要强调一件事，我不是要你完全禁止吃这些食物。完全禁止是不可能做到的，也没有必要。重要的是减少频率，减少分量。你的血压是否稳定，取决于你每天做的每一个小选择。每一次选择少一点盐，少一点油，少一点糖，你的血管就会健康一点。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具体的建议，只要你按照正确的方式吃7天，你的血压就会有明显的改善。台湾有一项研究显示，只要减少20%的盐分摄取，1个星期之内血压就能明显下降。这不是天方夜谭，而是经过科学证实的事实。接下来我要给你一份简单易行的一日饮食范例。早餐，1碗清淡的粥，加上1颗水煮蛋和1盘烫青菜。粥不要加盐，可以用一点点酱油提味就好。青菜烫熟之后也不要加太多调味料，保持食物的原味。午餐，如果你要吃便当，记得跟老板说要少油少盐。很多便当店现在都有提供这种选择。拿到便当之后，把多余的酱汁倒掉一些，不要全部吃下去。晚餐1条清蒸鱼，配上1碗清淡的海带芽汤。蒸鱼的时候可以放姜丝和葱，不需要用太多调味料。海带芽汤也不要加太多盐，保持清淡就好。一个通用的小技巧，每次买食物的时候，记得看一下包装上的钠含量标识，尽量选择每一餐钠含量低于600毫克的食物。
这份饮食计划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只要你愿意坚持7天，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开始产生变化。你会觉得比较有精神，血压也会变得比较稳定。最后，我想跟你分享一句话：血管从来不会说谎。你吃进去的每一样食物都会如实地反映在你的血压数字上。没有人是完美的。我是医生，我也喜欢吃美食，我也会偶尔想吃一碗香喷喷的卤肉饭，也会想喝一杯珍珠奶茶。但我学会了一件事：空明地吃，而不是放纵的吃。我知道怎么选择对我的身体比较好的食物。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多吃一点，什么时候应该少吃一点。我学会了在享受美食跟照顾健康之间找到平衡点。这也是我希望你能够学会的事情。你不需要放弃所有美食，你也不需要过住苦行僧般的生活。你只需要多一点了解，多一点选择，多一点对自己身体的关心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父母、你的祖父母，或者任何正在跟高血压奋战的亲友，让更多人知道怎么照顾自己的血管，怎么吃得更健康。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饮食习惯，或者告诉我你在控制血压方面遇到的困难。我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。记住，你的健康掌握在你自己手中。从今天开始，为你的血管做出更好的选择吧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次见。